今日介紹嘅嘢就係呢個啦。你有冇人估到係乜嘢？就是依一拍今次就係你估係乜1/3啦？就係呢個 LEGO 蜘蛛 set，佢有 comes with 呢個嘢啦，呢個蠍子有蛇啦，以前講咗啲都係蛇點起啦。今日然後我哋換咗條蛇，有冇人估到係乜嘢？頭先嗰條蛇似啲乜？我拆佢個頭出嚟俾你睇，係咁嘅喎，有齒輪咁樣頭啊，有大隻眼睛喺度啊，拎開咗啫。但係我想講齒輪咧喐上面一個紅色嘅，其實都喐，即係呢條線其實講錯啦。然後佢呢度達到去呢度啊，去轉，咁轉得，但係轉下就跌翻落去跌咁樣，好搞笑。然後就呢度啊，佢呢塊嘢翼啊嘛，係有冇人估中咗乜嘢？有翼嘅喎，又似一條蛇。答案係乜？噴火龍或者一條龍都得。然後佢條翼可以咁樣左右搖擺，條尾都可以左右搖擺。你有冇睇過大陸啊？嗰啲蛇啊嘛，嗰啲可以搖嚟搖去嗰啲骨頭板啊，然後我就俾你睇一個魔術啊，就係嗰個啊，就係呢個嘢啊。我就一陣間再講呢個嘢啦。然後點樣令到佢喐嚟喐去，真係好似大陸嗰啲嘢咧？然後因為呢條橡筋啊，喺個蜘蛛絲啊，喺嗰度有㗎，嗰條繩係 LEGO 啊，LEGO 繩即係有個 LEGO 標誌嘅，吸得嘢㗎，所以就吸咗呢啲嘢啦喺度。你咁樣喐啦，而家就係呢個啦。一陣間就講佢個魔術技啦。1、2、3，咁嘅有冇人知道啊？你講定先，一陣間你估定先，我俾2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耶！你哋得未啊？我可以俾多10分鐘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完成咗啦。答案就係呢個大色啊！點解無啦啦會變細色嘅？又見唔到佢嘅，咁樣一戳啫嘛，咁樣戳咁就得咯。點解啊？佢答案其實我擺啲色落去啦，好細嘅，總共要擺6個啊，先可以做到啦。最多8個咯，講錯咗。咁樣就好危險啊！咁要望實啊，咁擺喺度佢就喺中間度，然後有個，但應該會冇啊貼實咗。其實貼實咗就係用呢個磁石，呢個大色佢係一個磁石嚟㗎。第6啊嘛，最勁㗎嘛，喺飛行棋入邊
然後就咁樣睇住呢個超細力版。但係你睇清楚，我仲有一個示範，俾你睇多次啊！真嘅，但係今次會慢啲啲咯。我盡量整到慢動作咯。哇！我對唔住大家，其實流粉出嚟啦，好弊啦！我等一陣啊，又擺喺呢度。然後你要望到啦，我俾你睇下邊啦，你見唔見到你啲色啊？所以我就用呢個大手指遮住佢，然後咁樣啦，然後咁樣1、2、3就得，係咪好容易咧？然後我想帶啲蛇同佢哋對戰，好唔好？拜拜。